真侪人拢真爱食草莓，也毋过今年呢，受到这天气的影响，台南盛华的草莓呢，今年这病虫害是真严重。农民是讲袂输是草莓着癌同款，今年这产量也平英过同期，搁减一半。另外，这卖草莓饼的业者呢，嘛只通延后这个卖饼的时间，预计着要等到明年1月中旬了后，这产量才会豆啊回稳。还袂盛产哦。种草莓农民，逐工透早就爱顺这草莓丛，然后病菌就通当场烤掉。像这大小鱼，嘛就是人讲的连带细菌，还佫有炭厝边顶，今年特别严重。农民形容那像是草莓感症，根本就无再调救。像这款状况，今年台南盛华草莓行特别明显，嘛造成产量比去年差不多减5成。平均都热，佮等到11月份要佮做热嘛。今年的草莓。咱种落了，伊迄种长无长吼，那死袂少，大困落嘛。伊迄个啊，甲迄个苗场的话，伊算久吼，嘛是会算发生问题啦。啊，所以今年知影嘛，佫死袂少。啊，所以阮种落的时候那死真济，啊，家己用咱的无长类繁殖一寡材料来去撇，啊，所以咱就慢去啊。经过了解，台南草莓伫10月采种，那苗栗遐是11月种。不过今年各产区收成拢无好，生活农民讲，这阵仔温度较悬，病菌卖炭较紧。那过去佫会使家己做材料，卖一部分草莓栽互民众。今年嘛无再好卖啊，这回减量嘛连带影响咧卖草莓饼的店家，因为草莓无济，卖饼的嘛只好甲卖时间前2礼拜。夏天的台风其实也是蛮多的，在育苗的过程中，其实它的根茎还有病虫害也是蛮严重，所以今年的育苗的量大概是以往的大概3成4成而已。今年想要吃草莓的朋友们可能会观望，大概在观望中，大概是会。在 delay 的大概1个月左右。虽然已经有部分的草莓行开放互人买，不过业者嘛坦白讲，这阵规草莓的产量无法度出来，满完为止。农民希望说来气温下降，病害就通压落来，按算1月中以后，产量才有机会恢复正常。记者苏大南采访报道。